今日好歡迎大家嘅嘉賓來臨。上環文娛中心嘅劇院，歌神再現田華妹李金蘭嘅桃李滿門師生演唱會，現在係正式開始。有請李金蘭老師咧，就一陣咧就連同所有演出嘅同學，為大家唱一隻打頭陣嘅歌。人生嘉年華，大家唔好吝嗇你嘅掌聲，俾熱烈掌聲歡迎佢哋。仲有好多好好嘅節目。首先多謝各位嚟支持我哋嘅演唱會，多謝上環文娛中心劇場借出一個咁靚嘅地方俾我哋演出。亦都多謝阿波神啦，波神咧就為我哋今日咧準備咗好多鋪排同埋有我呢張靚嘅 poster， 靚唔靚啊？多謝。咁我哋而家咧有請阿波神同我哋影翻張合照好嘛？